網上嘅世界好大，上網嘅速度好快，有啲嘢會令你好快學壞，但有啲嘢會令你大開眼界。網上嘅世界資訊多到睇唔晒，各式各樣真係學海無涯。但有啲資訊意識不良過界，又有啲資訊淫褻不雅變態，所以我哋要提高境界，咪咁易俾佢得逞教壞。記住，我哋醒字派，要拒絕誘惑，眼界先會大。好習慣齊積極做起，今天起唔好俾人睇死，我哋會自己控制自己，爹哋媽咪唔使擔心我哋。好習慣齊積極做起，今天起唔好俾人睇死，我哋會自己控制自己，爹哋媽咪唔使擔心我哋。三個類別，第一既非淫褻亦非不雅，第二係不雅，最嚴重嘅係淫褻，最嚴重最嚴重係嘅係最嚴重係淫褻。網上面嘅資訊選擇多，新知識要幾多有幾多，有唔明可上網查清楚，有聲音有畫面信得過。網上好多有益資訊等你發掘，咪嘥時間睇埋啲色情網頁咁鬼核突。善用網上世界幫你學習新嘅事物，光明正大充充實實過每一日。非禮勿視，昂夫子嘅訓示，電影報刊辦負責監察留言，淫褻不雅不准公開宣示，令人不安，真係睇到費事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嘅香港法例，有興趣撳個掣自己上網睇，網絡嘅方便又再一次發揮。有啲嘢未夠18唔睇，有啲嘢夠咗18都唔睇，污染思想嘅嘢唔睇，嘥咗啲時間咁最唔抵。色情資訊唔睇，暴力資訊唔睇，不良資訊唔睇，所以我哋好習慣齊積極做起，今天起唔好俾人睇死，我哋會自己控制自己，爹哋媽咪唔使擔心我哋。好習慣齊積極做起，今天起唔好俾人睇死，我哋會自己控制自己，一齊再嚟。好習慣齊積極做起，今天起唔好俾人睇死，我哋會自己控制自己，爹哋媽咪唔使擔心我哋。好習慣齊積極做起，今天起唔好俾人睇死，我哋會自己控制自己，爹哋媽咪唔使擔心我哋。色情資訊唔睇，暴力資訊唔睇，不良資訊唔睇，我最乖仔，我話唔睇我就唔睇。